打麻雀有時候09同 OK， 我啲腳話想打揭變，打得耐白板變換下新意，咁呢一場係揭變 OK， 一數係鬼，我真係識揭嘅啫，一揭就揭咗兩隻鬼俾自己。其他規矩同平時一樣啊吓。打咁遠嘅發現，係你仆街，我感覺打揭變大家速度都慢咗啲添，搞笑。即係東扣住下先啦，唔打住。打埋二索先，而家入隻叫。OK， 打啦。啱啱好，而家叫。哇！俾招呼啊！你啦，招呼啊！大佬兩隻鬼。嚇死！唔好降爆我。好換。冇得碰嘅咩？我碰啦，拖牌。最主要係下家來勢洶洶，唔想俾佢摸牌㗎。OK， 拖啱5隻馬嘅。第二鋪，好6同係鬼啊吓，呢手有兩隻鬼。打真水，我打咗啦。問好落萬，即係呢句講係咪？揀套佢摸，估你揀套佢，韞住佢拖，散散地喎。一於套。咁啊，打隻兒童，而家叫啦。OK， 自二魔6隻馬嘅，按6計。第三鋪，發財係鬼。我摸到90。條白板嘢掉咗順手。咁咪正咯。七筒啊！碰，打隻白馬先。碰，7索兒童選打。OK， 換女飛。有冇碰法？唔諗啊，我降，冇人搶啦係嘛？我自摸啦喎。揭後邊啦，6隻馬，仲檢查我啲牌啊！第4鋪，我唔會食炸糊嘅喎，兒童係鬼啊！即係你明明嗰種打白板好心痛嘅感覺。我講笑話俾隻鬼俾對家，佢收咗入去。我唔係小相公啊吓。好，我對2萬。好，今日打係9索，而家碰過叫。碰，打4筒啦，而家叫啦，我叫對家俾翻隻鬼我先。下家後對，好靚7索。OK， 摸鬼自摸8隻馬嘅，最後一鋪好1萬係鬼，起手有砍9索，我摸一對3索先。
打埋隻8萬先咯。好，我隻卡窿，我打下9筒，而家挨牌叫。呢個係咩先？好，打埋8筒啦。始終都係挨牌叫。咁多啲有冇嘅 OK， 魔鬼咁啊！我選拖3索啦。好變態，人都係咁嘅。 OK。